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下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夜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出同学嘅事，好彩无事。迄个出到木做行喺其他危险嘅地方用下咋咯？有钱也赔唔起你哋嘛？假使讲你条诉讼咧，还没有结束咯，警察同学诉讼咧，干嘛把人用嘅上啊？没会生气。训导主任问班，你料查根本唔够班哦，哈？让人哦，忙开就罐头嘞，看咩啊？哈？伊讲阿爸，阿琪，阿聪哥，你爱干嘛嘅？阿妹陪你讲。莹莹，你在俺喺面前居然用对奶露台，俺冇查的时间，你有卖开始撞出来嘅？阿聪哥，你讲，阿妹陪你讲，讲啊！你用啥就冇爱讲黑嘛？哦，用啥？啊，无条种第四单。
做嘛个？要拍拍嘅，是起来动油哦。我唔使。他世上地位啦，等下老阿妹吵啥？阿妹又唔惊也条吵起，就老实啦。阿妹讲，根本你老同学上大的事就好诶。根本你也条发开，阿妹虽然动起来慢也条，但系机器阿妹条条啲个叫啊。阿妹头天做嘛个叫？唔非法，阿妹发起，因为伊艰苦。你也条会说咸菜炒唔铺么？哎。阿妹，唔好骂佢也条，兴啊兴佢也条说咧。菜全部人摕来，我爱食咧。哎呦，哪一天数这姑娘弄咩？一条全部都躺下去，行去啊！嘎嘎是啦，嘎嘎来。阿妹安子些？你会。阿姨，你下你做嚟男嘅個，怎麼拿皮出同我嘅數咧？條眼睛，已經將在床嘅護身符動到擺，前幾擺，挨老太子就現在床冇在記，有時就來親挨老太子，結果在床根本就來親挨，將了眼睛，老記。我本来想去老了眼睛公头里，还记冇欺负结痛，结果伊就调试脚路慢，結果咧？了眼睛，伊也就講嘅也就係阿爸冇嘅聲音。你只怎麼看？怎會拿做當紅嘅臉皮去戳了眼睛？你只冇叫嘅啊？冇直接到判地步嘅。好嘞，阿妹全部都定嘞，給佢示範啊，來。來，唔夠嘞，阿妹弟，哈，給佢示範哈，來，示範。你去搞了可以跟传堂好的啦。你开传堂吼，有固定的地方，哦，总比按做来做去容易攀足啊，较好啊，生意要顾得到啊。考慮啦，一隻地方開傳台幫我保證傳台錢。條間樣硬啲條件都好啦，唔過仲係鑊水。哦，鑊水又當化霜咧。硬啲咧，小毛你好，有個朋友。你考慮啦，一隻地點離車站又近，附近的又好搞，交通又方便，人潮又多哦。尤其個了日嘅哈，台北的人下來了一多，都喺度開傳堂啊，保證傳台錢。條間樣，
眼弟哦，你那边的条件都好啦，不过这个木衰。哦，木衰哦，同发生嘞。用图腾相同，而且甲开点的呢。迄你是甲讲的啊？哎呦，这块传统哦，就唔是从潘怎样走来走去，较早地哦照顾到生人啊。唉，安尼着哦，做人也会这样啦。不过做嘛该事情是要考虑到生人的，顺除了着生人的感受动。哎呦，你放心，你还懂哦，一乖哦，一定会替你两公婆的辛苦哈。你莫遐样啦。哎，错啦，按日点的程度嘛。啊，杨玉看过了啦。唉，迄个哦，这风水挺贵嘞。假使讲勉强做下来哦，我就目前做个总房嘞啊。唉，不过迄钱也唔係一度，咩咁个要求挺多啦。最好係较便宜着诶。啊，体贴哦又唔係挺差，哎呦简单的总房哦。有家庭里头，哎呦，您好，咱们接下来。哈，哎呦，俺都要求无多哦。系啊，个要求当中还挺多嘞哈。哎，看哦，亲人情都也都有条件呐。咱请到嘞。进到了哟。哎呀，你们冇做过了，来，梯子本来，让你重新看呐。不是梯子，眼底天边，困在眼前，困在眼前。我副卡。嘿呀，这家副卡又唔是租金吗？这梯点又唔会太差，还有个做下是不是又偏偏呐？你下搭小可总放一下，除非日间哦，有家庭米托客家传统了。嘿，最重要的吼，是广告啊，客家都点点喺阿嫲呢部卡，娘诶，我係唔係動腔啊？错，你係動腔。来，看啊！像这点没用的东西哈，想办法来给搬走，帮你给布置哈，还是做得啦。该做的等你哈，不用了大了。哦，不用了。哎，韩国个书前的柜台哈，做了大了。做。系啊，跟以后佢哋都轮咩可以到，按政府较方便啦。哦，做。系啊，安阳也是见有客家米推、客家传统开张咯。嘿，系啊，最重要的哈，你喺无限哦，我要做人天数啊，可能土生意呢，也系做菜啊。如果吼，我属于我冇保证咯。我做得保证的嘿，你客家什么嘢？三忙大兵的精神，三忙大兵硬讲精神。错啦，呀点名哦，弄嘛干哈？点名哦。你蛮了。你蛮了。哎。以后堂嘞，可弥漫，是落去呀弥漫，哎，弥漫了。
要点出来的时候下唔错啦，那全部都无点下饭菜呢。真唔错咯。阿妹，今天做一盘炒牛。炒肉啊！慢，跟 U 盘来了，拿帮啊！咧，做唔得人睇咧。唔怕啦，暖烧就好嘞啦。挨个炒一盘啦哈。哦，你都蛮坚持咯。哎呦，你做生意哦，本来就应该坚持，没事哦，当冲用咯。跟你出去我较脚地位啦，我买银行哦，等到当波胎呢。哦，爱记。唉，人家学生弟哦，佢做生意嘅攀足哦，然后佢开船头无供用呢，2天吃，冇想很简单哦。唔怕啦，啊点么样开始上什么卡乱地位啦，平压经验哦，用就好嘞啦。排先吼，等下最後位啦。都在下底叫人啦，咪當人台北下來碰上咧，都是同樣嘅，都在下底解叫人。有錢出去睇下希望，台北嚟唔用嘅哦，台北人有冇去啊？嗱，同公哥誒，原本一天開咗，檢驗還人數就唔拉啦，拜託出餐慢一點，請多多包涵，呀，太吵聲有乜意思啊？本睇下喺度食飯咧，咩來輸氣嘅呢？你等他哈。我講錯，人咩話？做嘛該啦？銀行了，你都把那件太細散了。排泄啦，排泄吼，冇快傾啦。唔通佢非死你做乜嘅？又唔係捱得唔錯，喺其他都唔講你啊！好嘞啦，啊你要嚟聽書嘅呢？那有年啦，阿媽姨媽做生意啦。好啦，我出嚟啦，你真好。慢啦。冇事，哪有冇去啊？好，你點啦你？先生，你睇得出嚟啦？我帶上嚟咯。唔可以啦。阿媽咧，排泄啊，人唔會做歡迎客啦。屁兩塊個。哎呦，冇發現嘅啦，要年黑啊！你趕緊啊，趕緊！來先哦，數一下，來，一睇唱下對手啦，好，來個意思來啊，可以，意思先。好，好嚟啦，冇發劇嚟啦，來，食茶撩一下啦，來，哈。來，坐，聊一下冇拍劇咧，哈？阿媽，排泄啦，本來迄個人聽書誒，廿三變那樣。哎呦，你按樣講，得到俺排泄咯，你都喺邊度嚟，然後係聽書，結果三姑娘兩公好嚴格。你都冇關係啦，迄個脾氣吼，正經當壞呢。阿婆嘅身體你唔咩唔知？佢係人嘅老公呢，哈？啊，佢係人樣，動詞動真，佢看冇生意嘅事情一聽愛講出來，但是佢徹底冇發現啊，你又唔了解錯咩？你唔知啦，佢個脾氣吼，冇人拄佢條啦。係講兩公婆做嚟帶你鄉下嚴家，吵吵鬧鬧也係一種幸福。你係咪要上到阿亮啦？冇聽錯哦，阿亮啲都唔開店咩？其實會做嚟啊？好嚟啦，來啦，吃茶啦。你死啦！你死啦！我拍劇啦哈，唔愛你啦，食茶。阿妹，你沖了安尼湯咯？安樣哦，人講地杯嘅空氣啊，真照會出來，還有啊，嘅酸sau嘅菜地杯水分啊，真地流出來。來，不是，
阿爹有听到无？迄加出来头讲法哦。你老阿妹听什么？等好教哦。我爱去做功课啦，无时间哪有教。迄教，迄老阿妹听书。没关系啦，你下次啦哈，加去。好嘞，你都有啥没听用？加去下次嘞哈，阿妹3年就走得嘞。阿妹，来试下好诶，我会老人做付出。我听书。你一直想做博士，我做博士，我好煮菜。哦，好。给哦，顺应最重要，一技之长当重要哦，哈！给大家出来做先嘞哈。天空啊，落水呀，妹呀，带点草木来到鹹水邊，鹹水呀，長又長，在水中游來游去，天空啊，落水呀，妹呀，帶點草木來到鹹水邊，鹹水呀，長又長，也在水中游來游去，天空啊，落水呀，妹呀。是梦年呢，好在有人得天数，梦爱的概念，唔得让的样好。阿达，你这种寂寞样，冇我天数咯。讲实在啦，阿福哥玩用起，咩就福气，一无拖到人啊，系冇？没好的，佢爱定出去无通道，我实在讲，我都唔攀得呢。家姐，哎呀，你有闲啊？上上来阿姨条道，去做旁边好天数啊，从哎呀，从小就从带到大，系嘛？汉拜啊茶园哦，所以交办阿东姑去做嘞，咩唔知佢晓得也唔晓得，我就该分人家，咩冇法度。不是烦恼了。阿东我亲乖又亲友好，做得来啦。
太极啊！你迄动作还冇吓夹到诶，根本你迄礼拜要有动动影下诶，还都给蛮熟熟诶。等下你还全部走香香啦！哎，今晚哦，做菜哦，本来就要用心嘛，要坚持品质，安尼哦，做个菜才会好食嘛。安尼每张都会去人客啊，冇，安你个米满了，你要不要按有名呢？拜托诶，有人还没空用啊！哎，你唔可以留言开玩笑呀，已经11点嘛咯。拜托啦，你吓夹到好冇？好啦，对啦。跟用哈，让它放地方，那放地方要放点水，按照水分慢慢的炖。幾多頓已叫嘅咯？差唔多3點鐘。哦。係，跟住煮好來，你將做咪了體咯嚇。哦。那了體就煮起來就冇事了啊。好，等於就冇事啊。好，對吧？給俺吃晒哈。慢。給俺先轉的哦。好。干嘛？你看，来同风油的做法哦，用天龙大字，印出来本年一分一分看嘞，你讲好吗？你方法真好，我本来是想讲，本年一扎丝記了，叫我了體，那風油做出來就冇色，也唔瀰漫的，做得。哎呦，阿妹，你真緊當真哦？咁冇樣。你弄方法都太自家講，佢馬上行我來點都試東西啦。都太自強喲，講嘅嘛啦，品質啦，還有乜嘅用心啦。根本唔下嚟下一時態嘛。愛看咯，冇愛都嚟看嘅吼，因為瀰漫了，走路慣體咯。你就是要用戇了，佢咩冇嘢太子痛嘅，按用心。堅持啲係品質，萬啲個瀰漫了按有名，錯冇？韓國你喺祖傳嘅東西，我同大家講，按樣怎麼流傳下去，對冇？喲，阿子啊，阿在做咩啊？我哋幾點做嘛呢？喂，阿妹，哪一家人？阿姐姐啊，那基本嘅東西有收到嘛哈？收到了啦，韓白唔是買嘛鈣片嘛個片呢？也沒身體很當我唔是誰？哎呀，你特別做啊？都冇係冇？哦，難叫哦，你冇係只客家文化節嘅東西。哦，那過幾年嚟我終於沒有你看哦。身體愛顧哦，都唔講哈。好啲啦。你知他哋咩哦？注意身體哦。攞佢講法啦。哦，也老妹啦，嗰種講法。哦，我等。喂，一記，我喺家吃啦，家吃。錯啦，松板嗰日嘅春米啊，還有冇？有啊。冇啦，嘅水米哦，咩凍中醫啊？咁那下擺日本嘅時間，那我記得帶本記嘅。好，我記得啦哈。好。有啊，你好好讀書嘛？有，挨當認真。好，你等下，我向太極人講法。太極，你去打電話進來啊！好啦，你食菜哦。夠嚟安排場㗎嘛喏。喂，阿姐，去家吃吼，都一下講法按台上，那你講吼就不會中龍鐵的啦。因為安叫好冇？哦，水平很好啊。家做好，阿姐，那堂講吼，跟阿師傅當中醫呢。我都跟龍講法啊。你係談乜人講嘅啊？因為有意思冇？哪有啦？
床头天嘛无讲究啦，哎呦，咁无嘛事情。阿妹都在讲，其实迄人唔讲吧，等下啊。有啊有。我意思讲莫讲按旧，床头天发按多钱，对吗？好了，没事情了。坐的，好，拜，再见，拜拜。家就了这类这有种的啊，这有种的天天啊，反正蛮讲的咩，虽然有种的，了炒出来比阿妹较好的啊。真的啊？当然的呀。是比你较好啦，有用的就好了呀。哎，呀，等下个时间出问题啊？冇啥事呀，来，喂，阿师傅呀，我喺满字啦，当然全有事情的呀。跟阿师傅咧，我应该菜样炒出去咯，你还会咬死哦。给他。我哥呀，冇阿师了哦，惨嘞，你还被酒呛呛嘞。那个麻烦，来，我快看。来，先拿小菜抢你哈吃啊，好，给。秀玉珐琅也要1桶，再多塞1桶，一起送过去哈。哦。哦，太巧了，这未免也太巧了吧！同时叫瓦斯，这个美满楼跟秀玉珐琅应该要先送哪一边啊？哎呦，这是个难题耶！一边等着瓦斯烧菜，一边等着瓦斯洗头。哎呦，该怎么办啦？我看现在秀玉姐应该是望眼欲穿的等着，当然不是瓦斯啊，等的是送瓦斯的人呐。不要乱讲话，没大没小的，只是叫个瓦斯，有那么复杂吗？本来就是嘛，全世界人都知道秀玉姐在喜欢你啊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装傻。哎，不对，应该说阿 Q， 你心有所属，你喜欢的是美满楼的佳瑶大姐，对不对？好了啦，你今天学校没课哦，赶快帮我顾店啊，不要想在这边白吃白喝的。还不赶快去！装好嘞，做开鋪嚟啦。你家去個，我啊，唔是客氣啊。滿姐啊，最近生意好冇啊？馬馬虎虎還做得嘞。哦。家姐，最近當無閒，不忝我。家姐，最近你阿師兄講，冇聽錯哦，迄期都伫度同媽嘅鼠標啊。有冇可能哦？我哋做成績最老實的呢，唔會騙人的啊。哎呀，講實在，他就咪提講阿師幫做你，都做乜講人哦？阿師傅，最近生意好冇？啊？
啊，就买鸭子的哦，差唔多啦。跟蓝田哦，人家用啊上中啊，你的田太搞得他上啊。讲多了，那电脑送鸭子哦，去受益法郎。今天去到鸦片做嘛呢？伊要去做生意嘅人啊，冇不给你电太久啊？哦，好啦，阿玉，刚才谁来做啊？好，莫话做啊，好。阿瑞，再见啊。没阿妹二讲，咱阿师傅人就懂食材人啦，是吧？什么人啊，多了就冇记得嘞。有好的食来就把握，莫像阿家人中央伫台北，人两姊妹上网来就唔得了，多来就唔结婚，很奇怪。哎，那我去试，给。去哪？我讲冇用啊！说嘛，哎，阿珍，你空也黑不动吗？过来。哎，你要是想做嘛咯？妈妈，你管唔用，你插手呀？文贵，我用啦，你系讲强的猥琐，你也莫家己了出来。哎，你讲迄唔是好嘞，好时候打败迄个东西咯。我哪样讲啦？我冇一些东西哦，我叫你落去啦，用没？哪用啦？文贵，你莫爱用啦。你还发动刀哈？你非法动刀哈？不讲，你不讲哦，我就打猥琐。那什么？我你知道？你知道啦？你知道啦？哎呦喂，阿拉报警察过来啊！我报警察啦，我拜托你啦，我老公哦，唔系跳鱼档哎，歹势啦，全部挨唔错，你啊倒东西吼，快几多钱，我会赔啦。哎呦，也唔系钱的问题啊！佢对你安呢，你还推佢讲法哦？冇办法啦，见我老公啊。搿种样说来专门打不用的，我实在看唔落去，我很紧张。拜托你啦，我去报警察啦，你系误会啦，佢哦唔系真是上会打挨的，啊你系冇事情的，拜托你莫报警察啦。你确实唔是很紧张。拜托你啦，新闻你你还几多钱，我来赔啦。可以买东西咯，佢花哪些？我哪样讲？我知道没有啦，我还去赔我唔差了，喊我赔去。哦，你说啦，实在就很垃圾呢。对不良也没费事的，讲实在，你还冇报警察，要不要做电脑？我去了。来把东西呀！哎，你做得不好冇？留下来，阿子，你受伤了，那个大肚腩啊，那个大肚白色，俺没故意啊。阿子，你当啊，你当啊，那我大事，大事，你当来啦。大海呀！我操！俺没故意，大海呀！大海呀！这昨天没回来吧？啊？俺可能我妈的事情，阿姨，是谁吧？就刚刚还有太阳说，我这里的以前海面上面了。东东啊，你还亲我耳边鸟？反正没办法的呐，公司在啦。好，你上一天嘞，用不用按奇怪的呢？阿妹，你应该要报警啊！你看啊，点多的东西都坏掉了，你还没交掉嘞。我看哦，佢就冇想要赔钱，路上做费用啊。做人了，莫得计较啦，系嘛？想想哦，这些来人哦，真是懂超过呢。哪有人按你打自家的不娘的啦？系啊。还想唔到嘅哦，迄个富人家啦，就按你点点谈转去哦。个配上嘢事情，也没讲唔得，也没差唔得，不帮你闹对吧？俩叔嘿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
阿弥陀佛，希望记着莫讲来掠香草咧，然后要做生意诶。东哥，你没来请啊？有事情啊？错咧，挨针做出嚟碰本茶，係咪啊？幫我提高落，本大家說講講啊。啊，東哥，東派少同阿媽講，每年就算也幫忙茶，有乜識得聽落嚟嘛？挨嗰個茶全部都冇寫咗嘅，做得寫得出啊，濃濃嘅高香，還有捧糖香。挨打算哦，今年再試啊，拿出去參加比賽。冇問題，東哥，同阿媽講，今年同樣拿到冠軍啦，係嘛？啊，安子姐滿意。大家落說講講啦。哦，好啊，娘子就嚟泡。好，說講講啦。來，坐下來。東哥，最近做嘛？最近哦，最近冇做乜嘅。总结以上报告，我们这次承办客家文化节的活动将会在苗栗举办，最快呢将会在下礼拜呢再召集各位来做第2次的汇报。以上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的话，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。谢谢各位。嘉怡，麻烦你帮我多准备几份资料，我想多找一些厂商来做 sponsor。OK， 好，没有问题。麻烦你。你干嘛？这里是办公室哎。我是想说你表现得不错，给你一个爱的鼓励啊。喂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上班时间不要打电话给我？我现在在开会，很忙。面谈用卧室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再见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有开车，不耽误你跟你老婆吃冰糖燕窝的宝贵时间。冇法，怪事哦，同阿妹講啊，唔好帶去防範。真嘅。誒，但是怪事有前後，阿妹當唔唔過感覺咧，阿妹就較老啦。阿妹較老。嗯。感覺。唔使講啦。係嘛？真嘅呢。阿妹本來就較粗。所以呢，下晡嘅時間，火結定慢慢的轉，嘟好啦。差不多按用，又唔好坐鐵路。下晡嘅時間。當然，我做火啊，火後結定愛嘟好啦。佢唔該啊，又知道你面都清楚咧。做下太子，既然幾時候我留你菜哦，不用菜等幾度啊？伊還做唔得啦。雖然講馬嘅很多新嘅客家創意料理，係冇馬嘅標準嘅，不過還要過自家也一個呐。安尼哦，真有資格變到個菜單地度呢。吼，自家唔卡口傳堂哦，正經都唔好誒，實在煩誒，還會講傳堂嘅事情。你喊到個嫌唔好，係講哦，蒙阿老阿妹安尼認真嘅研究菜單。你有按照好食嘅東西做的事咯。你看呐，很多人一吃吃。喲，你那冇個做冇上嚟啊？一種係三。啊，3個月，好冇啊？錯啦，我來拿。
好，你做个这么干？我究竟重逢难以救不你，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呀，初恋没爱你，终夜抚琴也渐起。下攀爬高帆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少年？